即摆学生长咧很热，台中市的警方惊青少年长时间接触到网络甲3C 的产品，会栽落网络跋筊的陷阱，会欠大笔的缴税，会怎惊险路来做违法的代志。所以专工邀请一个17岁少年家来分享经验。伊进前就是甲人伫咧网络顶跋筊，跋输真侪钱互弱小，不得不只好来休学。这个少年家讲家己的经验，奉劝学生囡仔千万唔通跋筊，毁掉家己的人生。网络博弈对我最大的影响，应该是心理方面和自己的健康。伊今年17岁，本来应该准备考大学的高中生，去目到网络跋筊，人生变调。输了蛮大笔钱，然后他只问我身上有没有钱可以还出那笔债。若输钱，左头就夹巴达，找伊要讨钱；若无钱通还，就爱伊做代理，也就是小左头去吸收同学作业会员，做伙上线跋筊。讲会使抽，结果又果是一条不归路。自己下面的会员有输了6至7万元。而我自己那时候身上也没什么钱，上线的主头要我自己吸收亏掉的钱，当时我就很害怕，我就逃跑，逃避这件事情。但他们就是有能力可以找到我家地址、我的家人，然后带人去我家的店里面乱。高中生跋筊输钱，哪有钱通还？当我还袂出来，拢算伊的愈欠愈济，只有赶紧做线工行销，添加册读袂落去，最后个同学警出来，面对法律的制裁。他一直告诉我们说。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往事的回忆。他以后如果可以重来的话，他也不会重蹈覆辙。这个高中生甲警方讲真后悔，无度甲同学做伙毕业考大学，电脑因为开设着跋筊罪，所以讲被少年法庭裁定讲要去法院上课。希望其以后可以跟朋友开一间小吃店，不用奢求太多，可以让自己能够好好过生活就好了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